友大家好，再次講新年快樂！歡迎大家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玉天。今半日嘅節目啊，愛同大家分享一個後生嘅創作人。我想第一開春是本大家談到後生人嘛，佢按到小路卡啦，你係駐場來到節目當中，到底佢係馬上呢係講第一擺來認識小路卡來朋友。今半日一開春是用衣服了，實際來談黃子嘉佢愛演唱，嘿 and 到來看歡迎佢。嘿 and 到來看，你懂愛嘅行吧，行吧條傳給你。嘿 and 到來看，你懂愛嘅用種地係，用種地係你都嘅你。嘿 and 到來看。一年嘅寒天，寒天裏痴情嘅你，嘿，and 到來看，我諗到你諗到我，喺世界都開始前進嘅你哦，喺凡事都繁忙走錯嘅你哦。喺孤獨流面行向下嘅人哋哦，喺捱到嘅人哋哦，嘿，and 到來看。你懂愛嘅太開，太開你度嘅你，嘿 and 到來看，山嘅議論一條天陽，天陽度嘅愛老你，嘿 and 到來看，6年嘅春天，春天笑容滿面嘅你，嘿。and 到來看，我想到你，你看到我，喺世界都開始前進嘅人哋哦，喺凡事都繁忙走錯嘅人哋哦，喺孤獨流面行向下嘅人哋哦，喺愛到。嘅人哋哦，眾神鼓勵，歡迎黃子嘉。耶，大家好，我係黃子嘉，新年快樂！而家係開場講到小路卡啦，大家話到哦，要動到嘅小五啊，一嚟到節目當中一看，係後生嘅細阿哥，嘅後生嘅細阿子嘉，有冇按到小路卡啦喏？因為我希望用小五嘅心來下歌，本大家聽用希望用一個用有小五心嘅感覺啊，希望用卡拉嘅方式伴大家伴唱安尼伴唱。哦，當初希望唔到一個大家出威唱安尼係嘛？希望而家開心嘅時間啊，歡喜嘅時間、悲傷嘅時間、乜嘅時間，都做得唱小路卡啦。細聲嘅時間，咩做得來？卡拉 OK 一下，卡拉其實就係伴唱嘅意思，伴唱帶安尼嘅意思啊。嗰時候就是得希望用小五嘅心為大家伴唱。好，咁下自家已經講到小五嘅心，乜嘅按到少女的心，知道乜嘅係少女安嘅感覺。就我覺得佢單純嘛。因為希望用小五就用版講咧，就係
小五就比少年较好，因为少年感觉会粗粗的。係藝專門嘅安尼，因為佢講本來吼一條少男吼，用少男卡啦，當中人講嚇，我做埋同少男來唱歌，唔過迄個談到少女，我知道心吧會開起嘛。哦，唔過而條嘅歌曲吼做嘅較有安尼搖滾嘅感覺，節奏嘅感覺咪一強吼，我想一開從問題個談到，根本伊就輕有發力了吼。故說其實你自家本身就輕巧安尼嘅曲風嘅歌吼，我想可能同你自家嘅身中嘅歌唱有關係，錯冇？錯。唔講喺唔唱點唱嘅歌，懂唔對？因為我有 ADHD 老那個妥瑞氏症，故所就係細細時間就較靜唔落來。哦。就有細細時間，爸爸媽媽就有發現我有那個問題，因為佢讀醫學嘅安尼，故所我。爸爸媽媽係讀醫學嘅，佢哋係先生醫生。唔係先生，就係醫學相關嘅安尼，就會發現我老一般嘅聲音咧較無相同，就感覺我怪怪，就會都靜唔下來，就會一直都有電這樣子，每天把他們很有活力就錯誒，就有差唔多3-4歲嘅時間就有去醫院做那個感覺統合嘅那個治療安尼，後來就發現就係其實音樂本來彈音樂嘅話就係適得來改善我嘅那個情況。也係人講嘅當從音樂治療嘅方面，錯冇？錯。唔啲音樂地度吼，因為音符跟節奏、旋律跟節奏就係兩條線搭響下，其實它是蠻複雜的。唔過對你度度吼，你輕有發力，吼你就思考到嘅東西，點都安尼對聲音係好。尤其係 rock and roll music， 其實係對聲音嘅來講係動讚嘅一件事情。我有發覺因為像我知道無論係較溫順點唱聲音，也較發跳嘅聲音，佢哋出動效節奏較強嘅音樂，然後安尼刺激腦波。因為啲 rock and roll music 嘅世界佢係自由嘅，佢就唔像classical music 安尼，就係佢係自由嘅，你想做嘛就做嘛，親像唱人嘅山歌強用，就係講佢係自由嘅，你想用板下就用板下，有各種無強用嘅可能性，就限制啊你，就像你搞那個樂高強用，故所就清好高。好，你講起來吼，自家喺哪時節開始學音樂以後，開始接觸客家嘅音樂嘅？我開始接觸客家係我高中嘅時間，係比那個自音自行嘅校隊。你去參加自音自行嘅校隊哦？係高一嘅時間，安尼開始接觸客家，因為就會用客語費嘅那個，因為我係都市人嘛，我係都市生來嘅，故所其實用客話嘅時間當少。哦。因為那個環境唔係講客話嘅環境，就係唔係講阿美話嘅環境，就係全部嘅阿美話其實環境都冇好。因為講細細會講客嗎？唔會。你當其實我一下講佢，你一下講事，你全部讀嘅書。咁你係因為參加呢個比賽，本應驗咗客家話係嗎？係。就會開始對那個東西，因為那個時間就有那個好客100句，我就用你是報嘛，是報呀，聽下來了，就其實那個係有用嘅，就會講你看那個東西，客語費係真嘅有用先嘅。好，又係自家嗰個，又係自家嗰個嘅見證案例啊。對一個聲音來講，就是學生來講，那個教材其實係變了動好，就係講因為係親身法啦，有用嘅多啦哈。故所就會慢慢開始學，到一個長度之後咧，就我就開始用客家話來寫歌，差唔多係大學嘅時間，就感覺講我應該來寫一個東西，因為我一個時間一開始係寫河洛歌，一開始係寫翻譯歌，河洛歌，將來就係客家歌，因為就發現到就係天下嘅學生人冇人在寫
阿美花嘅歌，安尼。較少講母語嘅歌。尤其迄客家歌，我迄比那個比賽嘅時間就係全部都係從翻譯，完全就冇客家歌。那個時候我就想，有一年我一定愛寫客家歌。哇！嗰時候太好開始寫客家歌。哦，細細接觸音樂，本自家變做用音樂治療嘅方式，再一次本自家有一個新嘅天地哦。高中開始教音樂，到大學開始寫歌，啊，一下大家看到佢，咁係高中生，唔係啦，一到研究所咧，嗬，研究所都一下開始準備要來做自家嘅音樂，我知道，當神奇嗬。等下節目當中嗬，等下自家繼續同大家嚟分享下那當地音樂風啊，有咩想法啊，個邀請你再來唱歌俾大家聽啊，嗬，也請大家先聊一下，繼續轉到福氣來了。大家轉到福氣來嚟，今日嘅節目當中嘅來賓係小路卡拉翁自家，你係主場來到節目當中再次來分享自家。Hello， 耶，大家好。東發發哦，所以我就小路卡拉嗬。大家頭先講到，哇，原來小路卡拉係一群誰來啊？一群年輕的男生啊，其實有咩啊？有咩啊？一紮啊？一紮有經驗。唔講係看相片，當初他短頭髮嗎？呢個係來台版嘅。哦，台版哦，經驗到嘅團員地度嗬，有青島嘅嗬，加講到小路卡拉嗬，大家好啱錯喎，小路卡拉。記得你都介紹一個時間，你都會秀出羅馬拼音，啊，這動貼片你都下一個地度都用按你羅馬拼音，有咩意思嗎？希望就係因為。現下嘅後生人其實你看漢字，點到佢可能唔是那個詩愛用版樣。哦。比如講捱那個字記，看到那個字記唔係那個方塊字，那個漢字係乜嘅意思？嗰種而寫羅馬字嘅話就係 NGAI， 第三條就捱，佢就提講哦，那個東西係捱。佢就會提那個東西。另外一方面就係呢個後生人，因為另一方面係想推廣到歐美嘅國家，佢就看羅馬字，唔單止啲台灣，也係講客家地區，也係講客家地區，全世界最初嘅國際化，推到歐美國家，尤其係用羅馬字嘅，就係拉丁、日耳曼呢個歐美嘅國家。你用羅馬字，你就全部會同啊，佢就是的，佢唔知係乜嘅意思，但係佢會念，佢就會去查，佢有興趣嘅話，佢就會去查。那個係那個，譬如講嗌係客家人，那個羅馬字，佢就會查客家人係乜嘅意思，佢就會講乜客家人。就像以前來台灣嘅傳教士，佢就會用羅馬字來學習。客家話用呢個嚟學習河洛話。第三咧就係講，我希望呢個係一個較平權嘅一個方式，因為用埋講嘅平權咧，就係講原住民其實佢哋咩用羅馬字啊，故所咧希望用羅馬字來互相來了解。因為你學羅馬字之後，你就會用相同嘅方式學習。河洛學習原住民嘅話，故所你就試得來開一扇冇相用嘅門。哦，本大家做對交流哈，有一個很好嘅構想啊哈，因為安尼你啲國外也國內表演哈，就做得，因為你啲歌詞秀出來嘅羅馬拼音，大家就做得聽衝啦哈，進一步作權平等，本大家做得入去了解以下嘅內容哈，跟一下嘅團員當中啊哈，有幾多少？四殺，有唔係客家人冇？兩個係客家人，外勞吉他手係外係這樣客，啊吉他手係饒平客，啊其他嘅兩殺係福隆人。你倆就按老饒平哦哈。對
都係比西演開了講嘅人係那少嘅客家班咧，加油加油！因為大家講阿妹話吼，就是要大家聽下嚟講嘛吼。今年就係客家人都要開始來寫客家歌、唱客家歌，要伴其他台人大家對客家知道個動神氣冇？可能係個講100。哦，伴佢哋要知道講客家話動神氣冇？你嘅團員要聽下來學客家話冇？有哦，尤其係用羅馬斯嘅話，佢哋就較會提供呢個東西係乜嘅愛用。佢哋看羅馬斯比看漢斯容易，因為你看漢斯嘅時間，你會本法語拉走。唔家講嘅漢斯係講客語嘅造字係嘛？唔家講。因為講你看到那個東西，你看到一個漢斯嘅事件，比如講冇漢斯嘅東西。你說我？比如講客家電視台，你看那個漢斯嘅事件，你第一個印象一定係客家電視台。你唔會講客家電視台，我講唔係客家人嘅話啦。你第一個印象一定係客家電視台，但係你用羅馬斯寫客家電視台咧嘅。哦，佢出緊音客家電視台安尼。哦，嗰時候客家電視台叫客家 TV。就有安尼吼。嗰時候聽講你一下寫客家歌，就同一團員洗腦，半記得接聽客家話、接聽客家歌安尼係嘛？要本呢個用羅馬斯來接本其他嘅族群要呢個記費啦，因為就係用呢個羅馬斯來本，冇強用族群嘅人嘅記費，唔光係荷蘭人，還係原住民，還係外國人。都愛用那個較簡單嘅方式，本佢就較好學習客家話。其實有嘅時間唔係佢冇對客家冇興趣，係本身愛講大呢個難度。而講大呢個難度之後咧，其實佢就會較有呢個興趣來去學習。係吼，因為我哋個小路卡啦，有寫客家歌。好多歌、華語歌嘛，好呀，主要也3種嘛。2種。你也冇寫華語啦，哈，你就唱喺客家同好咯嘛，哈。你冇有記費。也2種，唔咩講經驗上愛做人嚟啊，哈。講一下唔寫安尼，其實一下我哋講比賽，全部用客家話、客家歌去比賽。既然那時節嘅聽講好，我就決心我嚟做客家。其實係喺我太熱嘅時間，我參加一個比賽，按到咖啡工廠嘅呢個印地音樂挑戰賽，所以就係呢個主辦人係高數嘅客家人。哦，因為我太熱嘅時間，呢個時間2016年嘅時間，我得到頭獎嘛，大頭名咁樣。呢個時間係寫好多歌，呢個時間就係要聊呢個主辦人嘈了啊！其中你客家人啊，做乜嘢冇寫客家歌？因為我對我來講，就係客家歌係比好多歌較困難來寫，因為我感覺佢嘅對我來講，我係開心嘅時間。我想到我講客家話嘅時間，我就會當開心。嗰時候我就會想講，呢個東西其實係難度較高嘅，用辦來用客家話來脫離呢個農村還係就係一般嘅客家歌，用辦來寫冇強用嘅呢個客家歌。你想做一個新嘅東西就做嘅。哦，古時候係安尼哈，而家有突破啦。古時候去年章又得到客家流行大賽，又大頭名。安尼做一個 canteen 啊，每半下多年看到唔嘅音樂。而家見講到後生人愛追求自家嘅阿妹話，吼，一下唔知道啲都市嘅聲音，係個真困難嘅吼。將我自家就盡量對我嘅家庭同下一代講客家話，唔過係呢資源有限，嗰種唔知道用喺啲人嘅音樂當中，譬如講嘅團員，如何喚醒他們，也講如何本佢哋對客家有嘅動態嘅興趣，唔用嘅方式嘛，係乜嘅？就會比如講有呢個客家主題公園就有開呢個。特別是嘅咧，呢個 HVV 叫開呢個客家嘅課程，
我就會寫幾個記條講，要不要來上課？就抄記條嘛。係，那個課係動神奇啊，要教那個師傅法啦，還係有一個文化嘅東西，還係就會有個時間就會留記條，就會傳那個連結，譬如講那個 YouTube 嘅連結，譬如講夫妻來了啊，還係其他嘅那個客家嘅節目留記條看，安尼就會分享。記條，還係就係平常時間會同記條講到安尼嘅話題，係講呢個話題，係講客家嘅話題。哇，嗰種動重要呢，迄個觀眾朋友身邊有像自家安尼嘅朋友，真係同好佢同乜宣傳客家嚇，佢同自然有相反嘅方式。跟住回頭想講，你第一首寫嘅客家歌係乜嘅？第一條，我第一條寫客家歌，按到問題。我自家詞老曲係我自家寫。你講問題啊？問題。題。問題哦，係一係嘅用嘅歌。就係其實就係我老我朋友相處嘅時間啊，我其實最近有看到一個圖，就係佢係三格漫畫，就係。然後係乜嘅？係咩嘅？然後再做乜嘅？愛上戲，做乜嘅上戲？唔知。做乜嘅生氣係嘛？哦，你家係好，什麼嘅上語講法係嘛？係，就係呢個迷音啊，就係呢個迷音就係講呢個三種圖就係講什麼係較上戲。會流安尼，會是情感的動物。對，你講我哋係較多豐富嘅情緒，好，需要你俾我哋安全感，希望你遇到安尼嘅問題。對，錯。哦，嗰時候你聽說下面情歌啊，就係記住也算係一種情歌呢。記住問你講，你愛不愛我？係照三餐問安尼，就係你會問我，你會不會愛我？說愛我，你會不會問我？係講媽媽掉進河裡，我跟媽媽掉進河裡，因為愛罵人，因為問問題，安尼，你就要答問題。哎呦，好，我想唔管誰來誰嘛，可能就識讀到安尼嘅狀況哈。唔過我知道，先愛一家做一家想要做嘅事情哈。等一下自家進來哈，我要繼續衝講俾大家聽，做等下，咪請大家聊一下林比茶，繼續進入福氣來了。大家轉到福氣來咧 ，Rita 今半夜同大家來介紹咧係小路卡來主唱王志嘉。喺節目當中，佢談到佢對音樂想法、接觸音樂、經過韓國談到佢嘅創作嗬。你再次歡迎志嘉，歡迎王志嘉。志嘉，你剛剛講到嗬，其實你參加青島比賽啦嗬。目前為止，其實你嘅創作有累積一定嘅量嘅嗬。佢係講。有人會人嘅冇人講，你知道那一首歌曲想去推薦俾大家嗬？也係講知道有代表性嘅，我哋有一條歌曲，喺度暗暗客家係嘛？係。你當初安尼係有代表性嘅，因為為啥呢個？因為就冇人寫那個類似嘅題材，就是寫 say goodbye 嘅題材，含係講暗暗。其實。客家作品力度較少，客家歌曲來力度較少。say goodbye 同客家 say goodbye 啊？唔係，就係講愛睡冇嚟，愛睡冇嚟嘅歌較少。其實我按部條睡唔落去嘅時間，都會聽線上嘅歌。我喺洞口彈佢嘅那個花台。那個愛中那首歌，但係佢冇寫暗暗嘅那個題材，嗰時候我就想係咪來寫？因為我係有上癮就開始寫，佢冇太多嘅包袱啦。因為我係希望
後生人，假使你係都市人，因為其實有同多嘅都市嘅客家人，就係講，比如講爸爸係客家人，媽媽唔係，媽媽係客家人，爸爸唔係，但係佢哋嘅呢個生活環境可能就係講河洛，係講方言。但係我想，其實你假使你認同你自家嘅客家嘅話，你愛客家嘅話，其實咩好啊？就係寫都市嘅生活。沒做得，其實安尼就會體驗講，都市裏都沒有客家人嘅寫客家歌，佢用都市人嘅方式啲生活，佢用後生人嘅佢看到嘅東西來寫佢嘅佢用客話寫佢看到嘅東西。嗰時候呀，阿門客家係都市嘅後生人來寫客家歌，安尼嘅意思係冇？就係。都市嘅客家後生人留大家，留客家留大家，客家就從人嘅家的強用，嘅人嘅家的 GOD， 係就會講啱案，多謝你根本人要批判我度過一個美好嘅事件。談論動愛客家嘅，基礎本大家談一下。唔看黃子嘉佢講嘅係都市嘅後生人，佢用嚟愛客家，嚟同客家集團嚟充本大家談好嘛？發現以後整理出家，記錄現下嘅想法，靈魂跳刺又破碎，又來年又死，安安客家。世界才有法，安安客家，期待新變化，安安客家，攀岩到向下，安安客家，乜嘅做唔到嘅嘢法。無按該客法就按你乜切，希望佢包山石開，攞自己嘅當主顧，又來年又死，安安客家。世界才有法，安安客家，期待新變化，安安客家，攀岩到向下，安安客家，乜嘅做唔到嘅嘢法。有搖滾嘅感覺，好聽，安尼真緊動有發力呢。希望繼續寫安尼同代表人嘅心聲嘅歌本喺個聽哦。無論講都市也係鄉下太嘅人，哦也係咩客家人，其實有心嘅知道都係當好嘅事情。係嘛？一下其實全台灣安尼正在咩參加當代嘅比賽嚟啦，嗬！安尼參加比賽，你知道本地嘅音樂嘅創作啊各方面帶來乜嘅能量？我係唔來係比客家嘅創作嘅比賽，咩就比就係一般嘅一個樂團嘅比賽。故所我感覺就係本大家係啲講含有客家歌，客家歌係當好聽嘅東西，我忘記
不過你嘅舞台累積嘅經驗，知道可以幫助你在表演、該創作當吼，有給你什麼助力嗎？我感覺寫歌其實係個較認識客家嘅一個過程，因為你寫歌嘅時間你會看書，看書之後就會留總批討論，就獲得新的詞彙啊，新嘅故事。你要先寫，先了解那個詞嘅乜嘅典故，係乜嘅來，啊寫了之後就會留總批看，留線上看。啊，另外一方面就係。其實對我來講，我係彈歌，真要發出特殊嘅。故所我係講啲個要發音音啦，要幫助你做得靜下來做其他嘅事情。故所就係音樂對我來講係治療嘅一個過程，就係講我試着用音樂來寫歌來表達我咩要用音樂來。補充愛自家，因為愛特殊嘅時間，愛。古時候你去參加比賽，別人都覺得很緊張，很緊張。你去參加比賽就好像很享受，很享受安尼，因為你知道安尼音樂動讚嘅哈。哦，係安尼。就係可以看佢哋係做乜嘅，比如講其他嘅樂團，佢哋彈吉他時間用板彈，啊，你用乜嘅電動儀器會去觀察細節。我喺評審嘅時間，我會用板來評佢嘅分數，啊，佢乜嘅做了好，乜嘅做了冇好，屬於學習出錯嘅。好，自家真嘅係當 TPA 嘅後生，要咩當用心嗬。喺節目當中有一個單元，我都你問愛問你講嗬，你問愛問你講嗬。唱到自家，喺講大家講，你做得推薦一個，你最近嗬當好聽，當推薦音樂本大家，我推薦乜嘅？我最近在聽嘅歌，樂團係 Beastie Boy。Beastie Boy 係1980年代嘅一個樂團，啊，佢哋一開始係寫 rap。佢哋係寫拍人嘅 rap，就係其實同古人冇共用啊，係同古人冇共用。佢哋係寫拍人嘅 rap，通常係較真摯嘅，較就係討論一個社會議題嘅。故所就係我會談最近會談那個東西嘅原因係。我想寫客家嘅 rap，因為我想其實客家嘅應該係得來討論政治、來討論社會、來討論環境議題，係得來用客家話來討論冇共用嘅議題，安尼。做得表現自家就錯。rap 就係一個好嘅一個方式。大家做得去看一下哈。Beastie Boy。啊 ，Beastie Boy。好，今日時間過到非常嘅急哈，歡迎大家哈來到小路卡來粉絲專頁，因為佢哋最近有新嘅單曲咧哈，很多乜嘅歌名？獻你一片麥田。共用客家歌。係。獻你一片麥田哈，歡迎大家掃描去查詢，也做得參加佢哋嘅活動哦，咩期待自家未來繼續做出好音樂同大家分享，感謝自家，多謝大家。今日非常感謝所有朋友嚟收看福喜啦，你咪聽到新嘅好聲音哦。等下要請大家聽聽欣賞來做運動健康快樂嘅聲音哦。愛你，將來聊聊，拜拜。